我觉得他对自己的那个传统的艺术非常投入，然后他很想年轻人能参与到这种表演，就越剧这种表演，所以他每一次都会跟我聊到怎么样把越剧再年轻化。然后，所以有时候他来看我表演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？可不可以那样？”我記得我同阿女姐係喺1993年合作過一次，咁亦都係即係同台演出嘅唯一一次啊！當年係1993年，咁就當時女姐應該係70歲啦。我喺台上面同佢合作嘅時候，佢嘅身形啊、動作啊、聲線啊，令到我完全唔覺得佢係一個70歲嘅一個藝人嚟。當然係嚴啦，因為我喺佢哋分居之後係冇代父職所以對我一向都係非常嚴格。佢會接受一個理論，軟弱都冇用點解要軟弱呢？仲有一句說話呢，係唔好衰俾人睇。